後來講，台北市長蔣萬安頂個月才伫議會總質詢來表態，講會請教育局甲體育局大力來協助着台北市的骹球無人機，但是伫反映南北黨團煞來提案刪除相關的預算。蔣萬安是來回應講，尊重立委監督着預算的權利。回來。6月伫市政總質詢，台北市長蔣萬安親身體驗骹球無人機，雖然伊想要射門，抑過有幾下擺險去磕到頭。當然很希望教育局可以大力的協助。那尤其今年7月協會也要帶更多的小朋友到韓國的仁川去做比賽。那他們之前也拿過世界第1名。可以，其實教育局這邊也有補助學校，當然我們會來加強。在民眾黨議員要求下，蔣萬安6月才承諾講會持續分更較大支持，抑過立法院南北黨團即馬煞提案刪除相關的預算，教育部原定編列的補助校園買各種的無人機甲人才培育的相關經費。大專以後差不多是1個5800萬，高中職是4億6000萬。國民黨團原定提案減列後來改做全數凍結。民眾黨團是認為講大專以後辦理無人機的培育有政策目的，所以講凍結8000萬。國中職因為無課程師資維修等等，所以講呢刪除2億，凍結2億3000萬塊。我們也沒有看到教育部提出具體的一個方案出來，那麼只要提出計劃，我們的一個經費一定就是沒有問題。後續的我們由黨團來回應哦，那黨團目前正在積極的在處理，謝謝。教育是不分這個藍綠，要拜託我們在野黨一定要全力來支持我們無人機的這樣一個人才培育的一個方案。若進前話講要支持骹球無人機的蔣萬安，敢會甲哪樣黨團去溝通？尊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監督行政部門、監督預算的權利。無人機的預算，唔但佇國防，嘛佇教育界引起風波。